来关心国防部伫昨昏是公布侦测到中国军机来8抓，军舰来5抓，而且阁有一粒空飘气球飞过海峡中线。国防部强调讲，中国即马利用错误的假消息，佮结合军事行动，咱国军会随时提出应变来处理。另外，陆军的2492旅昨昏是头一届架实弹射击，刷起桃园的观音海堡，模拟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作战环境，要增加实战的演练。 听到开始射击的指令，国军伫海沙堡排几排，随着开火射击。为了防范中国炮台湾，国军最近进入伫全台湾的红色海沙堡，也就是会当大规模正规登陆的海沙堡进行防务验证。而了真罕见伫桃园观音海水浴场，伫风力甲风速等等因素的影响之下，头一届做轻兵器的演训，增加国军实兵演练的经验。 部队拉出去做练习或实弹射击总比你躲在靶场射击满分会来好，因为其实野外的一些环境跟你的户外靶场其实不太一样。部队呢多出去练习的话，其实对我们的战力是有帮助的。考虑中国军方最近这几年重点发展两栖登陆的战略，恐惊对台湾发动战争。全台湾红色海沙堡的登陆点，军方是拢真重视。 今年就捌伫个位海沙堡、甲观音海水浴场验证登陆甲反登陆作战实兵演练，大选都伫要到啊！中国一直有扰乱台湾的动作。国防部公布上新侦测到8架中国军机、甲5架中国军舰，还有一粒空飘的气球下过海峡中线。第一家人西北边差不多66海里的所在，甚至进入咱国防空识别区。他的错假讯息是结合了他的军事行动，包含他。 近期在这个季风影响之下，释放各种气球等等这些一些相关动态，进入我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做一些公布，目的就是这样。国防部强调讲，中国军方透过团结信息，结合军事行动扰乱台湾，国军会即时掌握甲应用。那美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，昨日甲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视讯对话。 这是美中年外以来头一场军事高层的对话，嘛讲到台海的议题。国防部表示，任何对台海稳定有帮助的措施，拢乐观其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